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武藝測量師嘅頻道。今日就講下八卦掌躺泥步點樣應用喺地盤嘅安全。八卦掌躺泥步有兩大特色，第一就係先踩實一隻腳，然後另一隻腳前探，以避免前面可能發生嘅風險。第二就係放落地嘅時候，腳掌要平放，而唔係腳踭或者腳尖先落地。有別於我之前另一段拍嘅影片，一個走圈嘅動作，我今次會使用直嘅走法，因為地盤嘅路多數都係直嘅。好，而家開始，先踩實，提起前探，平放落地，重心慢慢向前移，提起後腳，平放，重複。記住，腳掌落地嘅時候要平放。八卦掌係喺清朝所創立，係喺宮中使用。提起宮中武術，我哋會諗起御貓展昭，但係宋朝嘅時候並冇四品大都侍衛呢個官職，呢啲相信都係後人所杜撰。多謝各位。